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3月初6。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1节到第2节，第9节到16节。出埃及記第5章第10節到23節。使徒行傳第7章30節到34節。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尊敬上帝。耶穌的媽媽瑪利亞上值得人學習的一件事，就是伊什麼代志攏尊主最大，因為伊有安尼心志，互伊會通順服上帝，就算是去違背伊的心願，違反常理的要求，瑪利亞依然願意順服。起初摩西領受着上帝的呼召，轉去到佇埃及，帶領以色列人要出埃及。雖然一開始無願意，但是後來伊也順服上帝的呼召。最後呢，摩西卻佇家己的脾氣的中間失去方向，所以伊就來埋怨上帝。出埃及記第5章第10節到23節安尼記載。埃及的督工甲以色列的工頭對人民宣布：埃及王安尼講，我無可要互恁賣過，恁家己去找，家己去捡，毋過恁交出來的磚袂用得減少。以色列人就四界去埃及全地捡賣過的頭代替賣髒的頭代替賣過。督工壓迫因，講恁逐日交出來的磚的數目，甲即個有互恁賣過的是愛相款。埃及王的督工拍因派去管理以色列人的工頭，講：即幾日恁若無照以前的規定的數目來交磚以前以色列的工頭就來甲埃及王哀求，講：你是安怎安尼對待阮？督工無賣過互阮，佮要求阮着愛交相款的數目的磚阮互人拍，攏是恁埃及人的毋對。王講：你實在笨蛋，有夠笨蛋才會求要去甲上主獻祭。現在恁着轉去做工，賣過互恁，磚的數量也袂得減少。以色列人的工頭聽到逐日交磚的數量袂得減，就知影慘啊！因對埃及王遐出來時陣，拄着摩西甲亞倫在等因就甲摩西甲亞倫講：願上帝監察，甲恁刑罰，因為恁害阮互埃及王甲伊的人神怨切。互因有理由害阮。摩西倒轉去上主遐講：主啊，你是安怎歹款待這個民族？是安怎歹我？對我第一遍去見埃及王，奉你的名對伊講話開始，伊就壓迫這個民族。你一卒都無救你的子民。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也提到着摩西的呼召。上帝甲摩西講：我看見以色列人佇埃及所受的痛苦，所以安尼我就落來要拯救因。我要找你去埃及。提醒摩西並無願意接受，安尼找理由殺足久了後，還閣是順服上帝的呼召，伊就倒轉去佇埃及。可惜是佇久長的時間軍隊。摩西也是無法度全心全意來敬畏上帝。使徒行傳第7章30節到34節，記載着司提反提到摩西的呼召。40年了後，佇西奈山的曠野有一個天使佇刺皮中的火焰中來摩西顯現。摩西看見這個景象，就感覺真稀奇。要行活去看較詳細的時，聽見主的聲講：我是恁祖先的上帝，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摩西驚甲皮皮喘，
毋敢看。主对伊讲会腾起来，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神圣的地。我的子民伫埃及所受的痛苦，我确实有看到，嘛有听到因的哀叫。我落来要拯救因。呾你来，我要找你去埃及。这是摩西的呼召，伊爱负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最后，伊却伫伊家己的脾气中间来失败，得罪上帝，无尊敬上帝做大。诗篇91篇第1节到第2节，第9节到16节。找至权的上帝做避难所的人，会徛起伫全能的会应允的。伊对上主讲：“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是我所倚靠的上帝。你找上主做避难所，用至权上帝做徛起的所在，灾害袂临到你，瘟疫嘛袂挽过你的布片，因为你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伫你所行一切的路保护你。因要用手扶你，互你的脚袂踏着石。你要用脚踏屎甲毒蛇，下水明屎甲大尾蛇。上帝讲，因为伊真疼我，我要解救伊。因为伊捌我的名，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伊求叫我，我要应伊。伊伫危急的时，我要甲伊同在。我要解救伊，互伊有尊严。我要使伊长岁数，互伊满足，互伊看见我的救恩。恳求上帝帮助阮学习谦卑顺服，诚心的尊敬上帝，敬拜上帝，跟对上帝，亲像耶稣基督伊谦卑到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